接行啊！回身！回身！回身！赶高啊！你起来哦！总算精神啊！ 我伫你身躯边做看才行诶，小姐，你去清醒，去清醒，小姐，你紧清醒，你紧清醒，我知影，你讲你无想要看到我，你紧，小姐。 感冒，我用查了。好，咱国风啊，你嘛较拜托的，你敢无看到过夜望到菜底仔咧甲你看，两粒目睭紧紧咧甲你看呢？对因查某囝这样体贴，对他亲情，拜托，唔通去放电啊啦！好，我目睭根本闭袂开啊啦！林小姐，小姐，你家小姐。 好，看你对洪医生这么要紧哦。杨国峰啊，你是不是好好想一下哈？伊会一直伫危险的处境，这拢是你害的呢？啊？敢讲你希望因母仔囝拢是？你早办哦，会去互你家己的查某囝拖落水，害你家己无命啦。你即嘛是讲啥？我是好心要提起恁呢。我嘛是好心才甲你提起。 好了，欣姐，卖个钱啦。洪医真是读法律的，伊支嘴啊，怎会赢伊啊？黄医生，你个臭咩啊？哪会用出？阮离开无偌久，就看到你向公公走出去，所以阮以后一定是发生什么代志，阮就一直对你后壁。若毋是阮即时出现甲恁救，恁早就已经变大啦。即马代志的严重性你已经看到，对无？ 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我拄则甲你讲的代志？这是阮甲顶下话问完，阮家己会处理，无需要恁家婆。阮好心来救恁的，你即马讲阮家婆，啊！你即马是在偷袂听药啦？灭哥，你莫甲伊生气啊！唉，做在这款人，这了忘阮背去，咱就无应该去救因啦。顶下有即嘛是非常危险。 上重要的是，伊逃走时竟然有人载伊。虽然我无看到正面人是谁，不过我用药的，等下药处到底是谁人救的？敢讲是洪欠辉？跟我想的同款，洪剑辉即摆一定是利用林耀有当咧笑，所以要使让伊做出一寡恐怖的代志，咱就要趁伊哦，还袂做出这个代志之前，去甲抓着，啊落唔但连你有代志。 甚至哦，万连你就是一寡不乖的人。回答同款，
这是阮甲丁耀伟文员，阮家己处理。处理。总讲一句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甲恁警方合作的。你这两个人啊，谁拢讲袂出车呢？啊你呐！别个，你较冷静诶。恁这人听我好，不管你即摆讲啥拢无路用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甲恁合作的。而且你上好是离阮较远的，较袂连恁都拢有代志。好哦，下摆你若顶下有长着，没事想我出来救你啦。小生，来走。真正是讲袂出车啦，有看到无？哈，这款人啦，家己想要丧死哦，下摆咱无需要出来救人啦。其实这嘛不是歹代志。无唔对，即马咱只要甲这严国峰电话调，伊自然会带咱去找丁耀武。时到，咱就会当甲因规定人拢总抓来。平安符敢有这么灵啊？莫怪抢这个平安符抢到安尼啦，减轻真侪工作量。阮当然当啉一杯啊咖啡，慢慢来救人。我先来走啊！只要你无代志就好啊啦，我袂要紧啦。真好啊，你真正足害呢。我发现一个疑点。什么？原来你早就知影丁耀有因，真可能会倒来摕这个平安符，所以你调工布这个局，要来对付伊，甚至阁配合因演戏。唔对，这个叫做攻心为上。我现在就去讨球。别个，我好吗？这宝宝啊，我很透明，亲像假皮物件，为什么会放伫冰箱内底？再做一块假皮，套伫镜头顶来。套这个假皮是创啥？即摆科技哦，会当讲是愈来愈进步啊。做侪物件，毋若是数位化，嘛已经升级化。比如讲，会当利用咱人的目睭的虹膜，也是讲用指纹来当作互电脑辨识的锁匙啊。这会当防止吼想要拍开保险箱，也是讲想要入去管秩序的人。这款方法会当讲安全、保险、高科技，又搁真无简单会当复制的方法。同款会当用其他方法来适应的问题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把这个假皮套在镜头顶面，就会当代替这个指纹的主人去拍开伊的保险箱。指纹膜一定就是会当拍开丁耀武150亿金库的锁匙。这一定不是丁耀文指纹啊，伊根本都无需要做这指纹膜啊。那呢，这是什么人？即摆对丁耀武来讲，上重要都两件代志。第一，都是小英母仔囝；过来，都是伊藏伫国外的150亿。卡出这指纹膜，那毋是伊的指纹。安尼真有可能就是，建明，麻烦你。无问题。然后用胶片卡拓印一盖，搁刷落，甲指纹膜印伫卡片。想袂到，真正是我的指纹。这个丁耀武真正有够干巧的，唔知什么时阵哦，甲小月指纹偷底去，来这招啊，真正是阴天狗。这
这类物件价值10个月这么啊侪钱，无怪安监会因后会手看头。无唔对，即马顶遐有规个心肝内拢敢若小云伫咧，所以才会食遮尔重要的物件，是伫小云身上。本来廖准讲小云的对伊走，结果小云逐讲根本都无爱，甚至佫含要避免。所以顶遐有即马，伊真是想要甲即个物件偷倒转去。越愈粗残，咱来较注意。那安尼是要安怎？洪建辉甲严国峰因要爱的是钱的，啊那这个丁耀如哦，绝对唔能，对袂放小云蹲多耍。小明啊，你放心，为今仔开始，我会加派人甲小云顾掉，绝对袂让丁耀有任何空旁外。无唔对，我嘛24点钟甲小云顾掉，1秒钟拢袂离开我的时阵。其实我有一个方法会当一劳永逸，就是咱先安排一个局，先甲小云藏起来，互因找袂到小云，因对，安尼因规阵人就会冲过来。我知影，就亲像哦，灌大饼共款，只要伊加灌水，灌到小妹仔挡袂住的时阵，伊家己出来就走出来。无唔对，咱只要甲房仔准备好，就等大雨上过。